你好喎，好 ready。好彩又可以 close 多少少啊！好， 1、2、3呢度啊！係下一張。好，跟住呢度，好，唔該，好一，嚟啊，1、2、3，1、2、3。好，唔好意思啊，大會嗰呢個喺邊？大會嘅相機。係大會相機呢度呢個位置，中間呢個位置啊，望一望中間，係。我想影張啊，好嚟咯，嚟1、2、3，好嚟一張1、2、3，啊好靚啊，大家好靚啊，邊？好靚 ，OK。我哋相機有冇影到啊？你好影到啊，可以。你相機一張啊，唔該。係咪做一張？好啦，OK 啦，好啦，我哋立照已經影完啦，大家可以。啱啱準備落船啦，係啦，我哋已經拍埋咗岸啦，所以大家可以拎齊自己隨身物品。好嚟1、2、3，好多張好，搞掂，可以。係喎，我爆喎。你幫我影啊，幫我影啊。好，好 OK。你嗰個先，因為太爆啦。好 OK，唔該，可以啦。咁大家落船嘅時候都要小心啲啊，同埋要帶齊隨身嘅物品，唔好留喺船上面。如果唔係咧，我哋翻唔到上嚟攞㗎啦。大家記住拎齊嘢啊！好啦，我哋真係要完結啦，係嘛？多謝晒今日大家嘅到嚟，祝大家母親節快樂！再次提醒大家離開嘅時候，記住帶齊隨身物品，因為留咗船上面嘅話咧，我哋就拎唔到㗎啦。母親節快樂！好啦，大家可以慢慢咁樣落船嘅時候咧，小心啲。